你还嘛记得花吃比什么？阿刘伯娘早上呢，一个就阿娘家嘛个比，谁的妈妈阿比你嘛是些头个是把伊手里边的嘛阿喽。早上哈呀，第四天把阿妈不得，别里个嘛，第八啥里阿妈不是个就你些那个嘛的嘛阿喽。头上嘛，第四天把阿妈不得，第四天把阿妈个比里的嘛我个不得，第四天把阿妈的里。肉伢花子那大路，一直叫他拉那么走不有，肉那个巴里个嘛，得家嘛得里花子那大路，阿么走不有里，都家生日，第八啥嘎吃都不有里，花子大叔的十八一岁里，抽纸笔，年年是下头挂被当完路木瓦路，个嘛不得，我啥米结挂鼻子那，哈地铺就叫么那么，肉伢20的花子头裂了比，都家对他那么阿路。go嘛里边，这些是东波斯姑娘，也是那个哈地婆娘伊问我是，几场嘛这娘干的是俺路边，别是这些比如里嘛啊，这里啥不，哈就叫么那么比俺咪，啊可谁都是俺路这些比如里嘛啊，家里瓜嘛，水啥嘛，我啥那个这里头啥嘛娘，这谁面俺路，哈地婆比如不啥嘛娘，不是个就你些嘛啊。去马得都假是，若谁的嘛这个哈比如20家个都了啦比，都家对他都一类比，年年嘛是下头个比，谁个弗朗哦。